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位是刑事局警备队的大队长，讲警高掠夺是刑事局上少年的301的大队长，即卖互检举，讲当年咧做警察队做队长的时阵，涉嫌甲chứng资泄露互跋筊业者，佮涉嫌共收钱。检察官搜索约谈了后，以50万交保。大队长，要澄清一下，这到底有收钱吗？手底戏，不过对案情无什么加讲。这位挂目镜、生做乐凯查甫人是刑事局警备大队姓市的大队长，因为涉嫌贪钱和泄露秘密和跋筊的业者，昨透早起搜索约谈。好了，各位大哥，真的谢谢了。精神到报名3点外，就为地检署交保，姓市的大队长叫检举，伫咧担任警察队副大队长的时涉嫌贪污，高雄的徛家和办公室拢叫搜索。啊那共一案被告的跋筊业者对指控内容甲镜头发冤枉。我们没有犯罪。有没有觉得委屈的地方？有啊，没关系啊，就纯粹是朋友。目头甲甲无辜背回两人的关系，姓罗的业者发生了后以10万块交保。检方调查姓市的大队长和跋筊的业者有真接伫咧来往，敢若真侪摆传信息讲会加甲恁照顾，泄露秘密，互业者佮调查出大队长的名下有真侪别的土地交易记录，叫自己涉嫌对价关系，协助业者趁钱，进行了后以50万交保。看他现场的那个钢珠来看，不排除有长的瓦斯枪。身为刑事局上少年3线1星姓市的大队长，过去捌做过高雄市刑大警六队长、保3总队刑大队长等等，办过真侪掠夺案件，能力真强，面前做代志，红合作掠夺悍将。伊伫咧高雄市刑大时，佮捌掠过国内史上上大超过1吨的海洛因走私案，佮因为安尼得到重大毒品案调查有功的人员。2020年捌掠过其他名市值超过2亿的新潮做道的工厂，煞变做贪腐犯。在毒品的查缉上，他是比较不会去有旗帜断绝或者。刑事局回想，未按家己人当初若是违法，对严格处罚。少年的大队长真无彩，本正光明的人生路，因为行偏路，前途对咧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